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防部为着要来增加着全民防卫的能力，伫今仔日来举行着全民防卫动员署的挂牌典礼，元旦要正式来成立。总统蔡英文亲身到场参加，交付三个任务：第一，强化动员；第二，编制全民国防的手册；第三，适时来修正着动员的政策。第一任的署长白泽良讲，一定会积极来展开着跨部会协调。请揭牌。总统蔡英文、国防部长邱国正加陆海空三军的司令拢召到，启动全民防卫动员署。蔡总统嘛交付头一任署长白泽良三个任务。持续精进教招训练，提升后备部队的战力，建立跨部会合作机制，确实整合全民总力，适时修订动员计划，让各项计划更为周延。为了展示咱国自我防卫的决心，国防部伫明年正式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，推动一年190调集114天。头一任的署长白泽良先来毕业插班进入陆军的官校，进前是国防部资源规划署长，嘛捌做过陆军的参谋长。中将退伍后，才阁透过考试转任文官，学经历拢真优秀。后备动员合一啊，然后长后形成一体，以及跨部会合作，从组织面啊，让中央的政策到各地方的执行，能够更密切的配合。同时呢，在行政院的部分，各动员部会以及各县市政府。上新的民调显示，讲若是中国为了武统来拍台湾，有70%的人愿意保护台湾。全民防卫动员署的成立，就是要整合甲运用全民的力量，相信后备的战力。